哇！第二日帶咗好多啊，一早就嚟睇佢啦，睇下。不過可惜仲係未有金，咁依家我咧就嚟換水啦，希望可以真係生到金啦。我覺得第一次簽輯玫瑰咋，咁就倒咗啲水，沖下佢。然後放埋一邊，輕啲。我就求求其其攞下佢算啦。然後我就用一個濾水啦，放話大概3到5毫米。插翻入去。ChatGPT 話咧，最好每日唞10分鐘，咁我就放10分鐘，唞10分鐘再吸翻個膠袋去啦。